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的早起时，佮会当参加主日，做伙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亲近你。总要恳求你的圣神，只是甲阮参加伫地，开启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通准备好来听你的话，互你的话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恳求你甲阮参加伫地。特别将未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也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也保守因的脚步，拢得到平安顺利。也搁一届将每一位学师同工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加添快乐甲智慧，也祝福阮手所做的，拢会当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祝福。大领敬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甲你相拄，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大领祝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尔啊意爱。我恋慕上主的城，到要分去。我的心神永远上帝欢喜唱歌。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58首，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8首。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众兄弟来到伫你的面前，笑念你的慈爱。阮即时要同心做伙来祈祷。至圣搁怜悯的天父上帝，阮会当到伫你的圣殿，是因为你的疼。总是阮嘛要告别阮的心，因为阮的有时常常阮的良心所犯的罪过，阮常常有听主的声，但是拢无照主你的旨意去行。有时阵搁熬得罪你，得罪人，嘛只有你知影阮内心的意念，无清气的心思，甚至浪费着你予阮的恩赐，拢是照着阮家己的心思计划去行，偏行着主的旨意。主，你是怜悯慈悲的上帝，无快生气。袂久长责备阮的主，阮即个时阵，请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来监察阮，嘛赦免阮有意无意中间
对喙中，也是对阮的行为中间得罪着上帝，得罪人，阮所毋知影的罪过。求你用你的智慧来光照阮的心，开启阮的心灵的目睭，看清楚你的旨意，照着你的话去行去做，互阮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全能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你保护阮、管理阮的行做。阮恳求你嘛，继续保守阮众兄弟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有精神，有欢喜，有喜乐，有快乐。嘛，恳求你的圣神保守阮台湾即块岛屿。阮即块岛屿实在是受到你特别的祝福，美丽的宝岛。阮要爱护即块岛屿，互阮的百姓、阮的总统有智慧能力来带领全国百姓，互百姓徛伫即块土地有平安，大家有愿望。阮感谢你。主啊，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有兄弟姊妹身躯病痛，我们要求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互因较有信心、有愿望。我靠着主的医治，病会通得到医好，继续为你做见证。有人落入伫失志患难的中间的，求你互因坚强，伫困难中引带因。互因真正伫主你的引带，会通安然来经过这段困难的日子，保障因一切的欠缺，做因的倚靠，互因有信心，不停的祈祷，无灰心，继续向前来跑走。今早起，阮所敬听的杨新照牧师，要传主你的话来教导阮。愿阮用安静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你的教示，阮也通照着主你的准则来行。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伫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趁主的教示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一直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这时阵，咱要做伙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启应文16篇，圣诗后壁面第16篇。启应文16篇，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这个时阵要请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因为唱的歌是恩典的新约。
这个时阵，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历代志的6章14节到21节，以及28节到33节。历代志的6章14节到21节，以及28节到33节。这时阵我来读，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你对迄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主爱。你有即首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代笔的应允，你亲嘴应允的，今仔日拢亲手实现。16节，上主以色列上帝，求你实现对你的仆人，我的老爸代笔的应允。你有讲，你的子孙若亲像你，伫我的面前谨慎生活，遵行我的律法。你的后代就会永远坐以色列的王位。17节，上主以色列上帝，你对你的仆人代笔所讲的，求你实现。上帝啊，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吗？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上主，我的上帝。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听你的仆人伫你的面前的求救祈祷。20节，愿你明日看顾即个圣殿，就是你讲你要临在的所在。你的仆人即个所在祈祷的时，求你听。你的仆人甲你的子民以色列即所在祈祷的时。愿你对天顶，你踮的所在，听阮的祈祷，赦免阮。过来28节，即个地若有饥荒、瘟疫、火烧风、病害、草蜢讲，也是对敌围困因的城，无论有啥物灾祸、啥物大病，你的子民以色列中，若有人在家己的灾祸苦痛。即个圣殿举手迫切恳求，30节，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阿乐听来赦免因，因为你知因的心，嘛只有你知世间人的心。愿你照因逐人的行罪对待因，互因伫你赏赐阮列祖的地，一世人敬畏你，行伫你的道路。32节。若有外国人毋是属你的子民以色列的，因为听到你的大名、大权能的作为，甲你救助的手骨，对真远的所在来，即个殿祈祷，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所在，听因的祈求，照外国人一切对你恳求的来做，互天下万民拢会亲像你的子民以色列相款，捌你的名，敬畏你，佮互因。在即个圣殿是敬拜求救你的所在，愿上帝祝福、祝福听伊的话，才趁安尼去行的人，愿阳光甲娱乐归伫咱的主的圣名。信息，咱要请来杨新赵牧师来传讲的信息是万国祈祷的圣殿。因为下这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过一届组织，做伙来亲近伊，来敬拜伊，伫分享的大心，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全要困求你的信心，即是到阮三个地底，开阮的心，也开阮的耳孔，互阮通互你的话，真是到阮生命的内底，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也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内底，将你的话行出来，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今日看的这段经文是照新安宫读经的进度。咱今日的进度是历代志下第6章的12到42节，因为有一点仔长吼，所以咱读其中的一部分。这段的经文是所罗门王伊将圣殿起好完成了后，伫个奉献圣殿的仪式内底，上帝所做的一个祈祷。教会即马也当地为咱将来礼拜堂的重建，要来做规划甲准备。
我想通过今日这段经文，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关系教会、关系教堂的几件真重要的代志，也愿上帝互咱所做的决定会当合伊的心意。但是，咱要做伙来想，敬拜的对象到底是上帝还是圣殿？以色列民族因为因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上帝所立的约，互整个民族成做上帝所拣选，也领受特别稳定的一个民族。因的生活也通讲是用敬拜上帝做中心。以色列人对上帝敬拜早期是伫会幕来进行，通过献祭，因和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当圣殿起好了后，这个敬拜中心就转移到圣殿。逐款的制度、逐款的礼仪也通讲更较完备、更较稳定。所以对安尼来看，圣殿会当完成，对因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也当众人面对这个完成的圣殿，真欢喜的是，有智慧的所罗门王，甲这个百姓提醒几件代志。第一，只有上帝是敬拜的对象。伫第14节经文安尼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是主爱。只有迄位至悬至大、信息未改变，也满满有稳定主爱的上帝，是应该受敬拜的。圣殿佮安怎水？佮起到佮安怎悬大，拢只是人的手所做的，无应该成做敬拜的对象。所罗门伊会特别甲众人做即款的提醒，我想这是有原因哈，因为即点是人常在会犯到的一个错误。人的目睭真够互即个看会到，也是讲真水的物件来吸引，将即个物件当作对象来敬拜。咱有印象，伫创世纪内面，咱的始祖亚当夏娃，因所犯的罪是啥物？食迄个上帝命令所袂使食分别善恶的果子哈。圣经有写讲，迄个果子安怎生了悦人眼目，都看起来真水、真好看哈，真好看。这是一件有一点危险的代志哈。但是咱的目睭会受吸引受迷惑，所以至高将迄个对象来当作是敬拜的对象。所罗门王已经有智慧在提醒所有的百姓，只有上帝，只有迄位独一的上帝是咱敬拜的对象。即马圣殿虽然起起来，但是咱毋通犯即款的错误，毋通将圣殿当作咱敬拜的对象。第二，所罗门王也提醒所有的百姓，圣殿袂通限制上帝。18节安尼讲，上帝啊，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所罗门伊知影，有限的人真需要看会到圣殿，会当遵照来执行的即个仪式，通过安尼来体验上帝的同在。但是伊咧提醒所有的人，一定爱记得，毋通用人的经验、人的想法，也是即个看会到的圣殿来取代上帝，来限制上帝。对今日的咱来讲，咱嘛得来思考。伫咱信仰的生活内底，是毋是做咱惯势？咱感觉安尼做一定无毋对的代志哈？这是毋是会限制咱的一撮想象哈？咱是毋是有留一撮空间，愿意互上帝来塑造咱，来改变咱？这是咱会当做伙来想象的。所罗门伫这段经文内底所表现出来，也互咱真清楚看到，伊知影。圣殿的起造是要来荣耀上帝，毋是要高举人的名。所罗门所起造的圣殿，咱通常甲伊称作是第一圣殿第一的圣殿哈。伫当时世界来讲，伊所起的圣殿，通讲是上界先进的建筑物上界水、上界宽大。但是所罗门伊真清楚，起这个圣殿，毋是要高举伊家己的名，是要来荣耀上帝哈。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提醒。
咱若看圣经内底另外一个咱真熟的故事，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起造了后，最后为什么失败？因为因起巴别塔是要来高举人的名，最后就地到失败哈。所以咱真清楚知影，圣殿是咱敬拜上帝所在，是要荣耀上帝所在，毋是要高举人的所在。接下来，咱要做伙来进入到祈祷的这个主题。祈祷，互咱通甲上帝来建立关系。毋知大家敢有注意到吼？即礼拜和顶礼拜以及顶礼拜，咱主日讲道的主题拢和祈祷有关系。有印象无？有吗？真的吗？嘿，毋是阮三下约好哦，阮是分开去找经文、找主题，但是最后带好连续3礼拜拢和祈祷有关系一个主题。祈祷对咱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祈祷就是咱要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管道哈。咱真熟悉的大卫王，也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哈，伊通讲是以色列历史内底上界伟大的一个王。圣经对伊的评价是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伊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挑战，也是伫成功顺利的时，甚至是伫伊犯罪得罪上帝的时，伊拢无袂记得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拄着困难，伊就求上帝来帮助；平安顺利的时，伊就向上帝来献上而乐。犯罪得罪上帝的时，伊就祈求上帝来赦免。伫所罗门王做王的早期，伊和上帝的关系还阁袂歹吼，和伊爸爸小可有信啦吼。但是真可惜，所罗门伫伊做王的较后期的时，就离开上帝，地到失败。咱接下来就要通过所罗门早期伊所做的这段的祈祷，咱做伙来思考，伫伊的祈祷内面有几个无共款的面向。咱也通做伙互相来提醒。第一，咱要看到所罗门伊大心有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伫第16节到20节的所在，咱今日无读的第12节、13节，咱也小可看者哈。所罗门王伊伫众人的面前跪落来祈祷，表明伊伫上帝有一个面前有一个真谦卑的态度。伊无因为家己已经是一个王，感觉家己高高在上，伊知影爱用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我想这拄是祈祷真重要的一个态度。只有谦卑的态度，才会当互咱谈上帝3千军。一个人若骄傲，感觉家己无需要上帝，那安尼伊根本无法度祈祷。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对所罗门的祈祷内底，咱所看会到的，所罗门伊也知影。伊家己会当继承大卫来做王，并毋是因为家己我尔有能力，是因为上帝实现对大卫的应允。所以所罗门有恳求上帝持续对大卫王的这个应允，互伊包括伊的子孙会当永远坐伫以色列的王位顶面。这段真明显是所罗门伊为着家己的需要，为着家己国家王位的稳定来做祈祷。咱在祈祷的时，为着家己的需要，为着家己的欠缺来恳求，我想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吼，咱拢会安尼做。但是同时，咱嘛爱继续来学习，毋是完全将焦点拢放伫咱家己的身躯顶，嘛会当将咱的眼光、将咱的焦点放搁较远、搁较大。接下来，咱就来看所罗门，伊除了为家己祈祷以外，伊还阁为什么会来祈祷？第二，伊有为百姓、为国家来祈祷。是咱今日经文21节一直到31节的部分。所罗门伊知影，伊搁安怎有智慧，搁安怎有能力，嘛无法度处理百姓所拄着逐款的困难。伫圣经内底有记几啊章故事吼，所罗门真用伊的智慧来处理百姓所拄着的疑难杂症吼，做困难的问题伊拢有法度处理。但是咱想看卖啊？所罗门搁安怎嘛是一个人，伊绝对无法度一个人处理遮尔啊侪个问题，伊的能力也是真有限，所以伊知影爱来找求上帝，爱有上帝的帮助。
伫伊所治理的这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当时是非常的强盛，但是永远会拄到逐款的灾害比如讲战争，还是讲天然的这个灾害拢会拄着。所以嘛，真深深知影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的同在。所以伊安尼恳求上帝，当人圣殿来祈祷的时，上帝就乐来听，也赦免正人的罪。这段经文真做犹太人因真侪较严格遵守的人因照字面做解说时因所掠掉的一段经文因讲祈祷来圣殿的方向来祈祷，所以除了这穆斯林因祈祷的卖家以外，其实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一部分因嘛坚持祈祷来耶路撒冷迄个方向所以比如讲犹太人因若伫台湾，伊就爱先研究好耶路撒冷伫啥物方向伊若到祈祷的时间到，伊就爱迄个方向来祈祷。甚至你人若是已经伫耶路撒冷这个城内底，那你就爱圣殿的方向来祈祷但是这实际上会拄到真侪困难问题啦比如讲你伫一个看袂到外口的空间内底，你可能就无法度分辨迄个方向所以甚至因为着要遵守这条因有发明一个物件，一个仪器啦就讲毋管到对，伊拢有一个指针会指耶路撒冷的方向你伫室内嘛共款伫迄个厝内嘛是共款，看迄个来分辨讲啥物所在是耶路撒冷的方向这当然是照字面来底做解说但是我想这个重点应该毋是咧讲迄个方向的问题这是讲人愿意上帝来恳求，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的时所罗门伊求上帝的耳耳孔来听人的祈祷听人的欠缺需要，来成做因的帮助所罗门伊除了为家己祈祷以外，伊也为着百姓，为着伊所要统治的这个国家来祈祷。那安尼，咱嘛着提醒咱家己，时常也为着咱的国家社会来代祷咱若看侪社会新闻，咱会了解。咱国家社会，咱会哪进步无毋对，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内底也有侪困难挑战，需要去克服。所以咱就会记得常常伫咱的祈祷内面，也纪念咱的国家、咱的社会所拄着的困难甲挑战，也恳求上帝亲自来引带带领咱国家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所罗门为着家己、为着百姓、为着国家祈祷以外，伊也为着外邦人。咱核心的翻译是讲外国人就是讲毋是犹太民族的人为着这个人来祈祷所罗门伊求上帝讲，这个人虽然毋是犹太人，毋是阮即族的人，但是当因愿意圣殿来祈祷的时，伊也恳求上帝耳孔听因的恳求，也祝福因，帮助因，互因会当经历到上帝的大快乐、大能力。所罗门即款的祈祷其实真无简单，因咱也知影犹太人伊其实有一个真根深蒂固的想法真深的想法，就是讲，阮以色列民族、阮犹太民族是特别的民族，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阮才是通得到上帝恩典的民族，其他的民族拢伫上帝恩典以外外口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咱看到所罗门，上帝互伊有智慧，伊对上帝的认识非常的矫正伊知影上帝毋单单是犹太人的上帝，上帝毋单单听犹太人的祈祷那定，上帝也愿意听所有的人，上帝也是全世界的上帝。当人毋管你是啥物款的人，愿意上帝来祈祷，愿意来寻求上帝的时，上帝恩典、上帝慈爱特别临到。这点嘛，通互咱来做一个思考。伫咱的生活内底，伫咱的祈祷内底，咱是毋是常在也为着也无认捌上帝即个咱的朋友咱的亲情、咱的同学、同事为着因来祈祷因就是咱所讲的慕道友，也是讲福音的朋友咱是毋是常在为着因提名伫上帝面前来祈祷？咱是毋是也愿意通过行动因来见证上帝的听、上帝的能力，
互因也愿意来亲近上帝。所以问伊祈祷上帝讲，当因遮个人也无认捌上帝的人，因若有需要圣殿来恳求的时，上帝也要听因的祈祷。我想咱嘛通做伙来学习，伫咱的祈祷内面，常在为着咱四周围遮也无认捌上帝的人来祈祷。通过祈祷，我确信上帝要伫每一位的生命内底来动工，来引带带领因。祈祷所得表明的是咱承认家己的有限、家己的软弱，也表明咱愿意谦卑来超找上帝的帮助，愿意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来掌管。也只有通过祈祷，才会当互咱和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无约好的三讲拢是和祈祷有关系？祈祷是咱上界基本的哈。人讲咧练功夫的这个蹲马步，上界基本的基本功哈。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祈祷就是咱的基本功。通过祈祷，咱才通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伫咱的教会内底，正有咧进行几项祈祷的事工。第一项是中保大祷，要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你若愿意，你会当受训练来成做中保大祷的同工，为着众人来大祷。若无，你嘛会当将你的需要，将你所知逐款的需要欠缺写伫大祷卡顶面，或者同工会当为着这个事来大祷。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另外，咱拜四暗。7点半到8点半，有咱全教会的祈祷会。伫祈祷会内面，咱会为着咱个人、为着咱的家庭、教会、国家、社会、世界，逐款的需要，咱做伙来祈祷。个人的祈祷当然真重要，但是若会当有群体团体的祈祷，做伙来祈祷，我想要更较有气力，也要更较明白上帝对咱的心意。所以要邀请大家，当做伙参与伫咱教会逐款祈祷的事工，咱做伙来起造一个祈祷的教会。当咱愿意祈祷的时，才有机会互别人也愿意学习咱同款来追找这位上帝，来追求上帝的帮助。第三，咱要做伙来看教会所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成做万国祈祷的殿。成做万国祈祷的殿，要安怎做才会当达到这个目的？前一阵有一个青鸟行动伫这个济南教会附近。因为住伫因边仔的路啦青岛东路、中山北路所以济南教会就真积极参与，也接待这个参与伫这个青鸟行动内底这个人大部分应该拢毋是基督徒但是。通过教会真好的接待，真好的帮助这个代志小可过了后，引起真大的共鸣我想这就是一个真好的例。教会要安怎打出这个信徒圈非信徒的人来拍开，要安怎成做教会当成做人无共款的人做伙来追求上帝心意的一个所在。有一句话安尼讲教会是由基督徒所组成，但是却是为非基督徒来存在的一个群体。这句话当然真简略，内底可能有一撮部分咱来详细来讨论。但是我想这句话大方向是正确的。毋知咱敢会记，蔡牧师捌甲咱分享咱来用一只船来比喻教会，那教会应该是甚物船？会记袂？这应该有一点久考验恁的记忆。互恁选择题：邮轮还是渔船？教会是爱做邮轮还是做渔船？有两派我讲。叫蔡牧师搁甲恁复习一下蔡牧师强调，咱的教会若是一只船，就爱做掠鱼的船。邮轮是要去佚佗的邮轮是消费者，你开钱来要去佚佗的教会毋是互你开钱来遮佚佗教会咱毋是俱乐部，毋是要做伙佚佗、做伙欢喜。
咱是要做伙互上帝呼召，诚做工人，做伙去做工，做伙去掠鱼，做伙将福音传到也无尽捌上帝的所在哈。所以教会是基督徒所组成，但是毋通袂记得，咱是为着非基督徒来存在。教会领受一个真重要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咱应该要未信者来拍开，通过逐款的事工、逐款的活动、服侍来接触福音的朋友，会当含因来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今日是教社奉献主日，咱要做伙为着总会、中会，甲咱教会家己的教社委员会的事工，做伙来关心甲奉献，也互教会甲社会连结即款的事工，会当成做咱教会外伸出的双手，通关心帮助这有需要的人甲团体，也通过安尼，要互因看到上帝的疼，也愿意来寻求上帝的帮助。教社这两字，我毋知咱敢有了解伊的意思吼。侪人那像教社拢会讲伫社教教社是分袂清楚吼。教社意思就是讲教会含社会吼，教就是教会，社就是社会。教会含社会连结的一款的事工吼，所以教社事工面向会真阔吼，无拄伫咱教会范围内底。会含社区、含社会有真侪接触，但是通过安尼，咱教会要含咱的社区、社会有结连，会当来产生影响力。所以等下最后，咱嘛做伙来看一个影片吼，做伙来了解教社委员会因的事工，也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7节，先知以赛亚安尼讲，因为我的殿要称作万民基督的殿，这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就讲上帝圣殿要成做万民基督的圣殿，成做万民通来敲找上帝的一个所在。教会要安怎会当成做一个万民基督的殿？就爱会当大心想办法，含咱的社会、含咱的社区产生连结有一个关系，建立关系。安尼咱才会当成做一个万国基督的殿。要会当含社区、社会建立关系、产生连结，真重要，就是爱咱愿意拍开。拍开什么？第一，咱来拍开咱的目睭，通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教会外口的人。看见教会外口的团体，因的欠缺需要是甚物？咱正式的一段经文，米迦书第6章第8节，伊你所爱的是甚物？是你着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同行。要行公义，要好怜悯，目睭闭起是做袂到。目睭闭起，咱着毋知影社会需要是啥，社会欠缺是啥，众人的欠缺是啥物货。要行公义、好怜悯，咱得爱大心拍开咱的目睭，看见这个社会，看见个人的需要。圣经内底也有一位甲咱讲，毋通简单顾家己的事，也得顾别人的事。我想这拢在甲咱提醒，诚做教会，咱诚做一个信仰的团体，毋是咧向内来发展定。较重要是拍开咱的目睭，看见外口的需要，也愿意用行动来回应。第二，咱是着拍开咱的双手，将咱所得的恩典和侪人来分享。马太福音25章40节安尼讲，这个事恁做伫我的兄弟内面上介小至微细一个新章，就是做伫我的新章。这是主要所讲的。每一个出自真心真诚的关怀、帮助的行动，伫上帝目睭中看起来，拢是真有价值的。虽然伫人的眼光来看，这无啥物货，但是咱若是出自真心真实的心来做这关怀、帮助的行动，那呢每一件代志拢毋是小代志，每一件代志拢是上帝看最重要的。第三，咱嘛着学习拍开大门，欢迎人会当进入到教会内底。
我会记得有一首诗歌伊内底有一段歌词叫做"建立无墙的教会，建立无墙仔的教会"啦这什么意思？教会墙仔甲拍掉，门甲拆掉。我想，可能毋是咧讲这啦实体的教堂、礼拜堂可能还是爱有墙仔爱有门，但是咱概念上，咱会知影教会应该无墙仔的这个方向来发展无墙仔意思就是讲，应该去掉最限制，互愿意超出上帝的人，拢会当无受阻挡来到教会来亲近伊。所以当咱伫规划咱的礼拜堂要登起的时，咱嘛着好好来思考，是毋是伫咱的硬体、伫咱环境的设计，还是伫咱的软体活动、事工的规划，是毋是有用即个迷信者无真捌上帝人要入到教会的需要来做一个考虑？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学习。当咱教会有即款的想法，愿意拍开大门，欢迎所有的人来的时，那呢教会才有可能成做万国万民基督的殿。伫遮也有一个期待。当咱接续建堂的需要会哪接近的时，咱毋通因为咱建堂家己的需要，咱就将咱伸出的手帮助别人的手，帮助社会社区的手救倒来。咱千万毋通袂记得教会是为着什么来存在。当教会和这个社会社区断绝关系、无关系时，那呢咱的教会就失去存在意义。当咱愿意用较侪基督甲上帝建立关系，咱就通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当咱愿意众人来拍开，咱就有会当成做众人做伙来祈祷、追求上帝的教会。愿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祝福人，也众人做伙祈祷，属伫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只是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阮愿意成做万民万国基督的教会，阮要得大心做一撮改变，拍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双手，拍开阮的大门，做也无认捌你的人，也有机会来亲近你，来超找你。主，恳求你，互阮伫个思考教会头前发展的方向的时，阮无袂记得，阮是互你来呼召。为着福音的事工来努力的一群，主恳求你，互阮拢有当有份，就是款福音事工的推动，凡成做教会外口伸出的双手，通引带更侪人来到教会认捌你，也领受对你来恩典。主，愿将阮的教会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赐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即时也要做伙来看一段影片关于咱教社委员会的事工的介绍，互咱通更较认捌咱的委员会。大家平安。伫咱真实的马太福音25章40节有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一个，就是好款待我。青年教会教社委员会因为安尼的使命，望看起社区甲社会需要，互教会唔单单是建筑物，佫是一群基督徒实践耶稣的教示，疼厝边亲像家己，伊还甲人分享福音。对安尼，教社委员会透过4个部分来服侍社区甲社会。第一部分是社会救助，包括天然灾害的救助，甲弱势家庭的急难补助。阮也颁发清寒甲特殊教育奖学金，除了咱社区的学校，嘛关心惠民盲校、老山园遮的弱势的囡仔。另外，也补助宣教甲社会福利事工团体，比如经生团契、戒毒的机构等。这2年来，咱嘛计划纵跨台湾人民，来训练教会甲社区青年对灾害应变的财务甲技术，
望教会会当加做患难时的帮赞甲快乐。第二部分对外的补助，包括原住民牧者的生活补助、绿色教会建堂甲整修的补助，比如关心花莲地动、兰屿风台了后，教会的整修，嘛结合总会对普世教会重大灾害的关心甲捐献。咱教会伫土耳其的地动中捐献了128万外，嘛为乌克兰捐献了75万外。咱嘛补助台湾国际幼儿对策学会的国际农业人才培育计划，来帮赞非洲的百姓。另外，用东盘教会的方式来协助绿色教会的事工。第三部分关怀盲朋友，借着盲朋友联谊会甲查经班，举办台北市盲朋友圣诞的庆祝会。每年约有400到500人参加。在疫情了后，西罗亚诗班积极到伫各教会、学校、病院甲家乐做诗歌的见证。因每年有一半的经费约145万，需要家己来募款，所以请大家持续来关心奉献。第四部分是社区的结能。透过伫新兴国中为弱势家庭的学生开下课了后的辅导班，而且伫每一年的毕业典礼中颁发双年教会服务奖，将道步精神分享伫社区的学校，也借着社区母亲节的才艺比赛，甲台语囡仔营的举办，来也落福音的种子。透过每一年的敬乐旅游甲餐会，鼓励兄姐邀请未信的亲友来到教会，建立关系，分享福音。伫去年设到110周年，也伫社区新国顶举办园游会，嘛关心参与的社福团体。伫这几十年来，教社委员会借着各项的才艺课程，吸引无共款年纪族群入来教会学习，比如社区的日文班、儿童作文班、妇女成长班、甲bài奧林班，真侪传福音的机会。除了学生、家长、甲妇女会当进入主日学教会，也有教学真侪年的日本老师，因为学生的关心来信主。下面咱就来听这段的见证。教社委员会在30年前成立了日文班，特地聘请小田老师做我们日文班的老师。小田老师教学很认真，也很有耐心，很受学生的欢迎。老师在教会里感受到主的恩典和慈爱，最后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跟我们成为主内的一家人。感谢主。耶稣讲，通修行的人真多，做工的人真少。邀请兄弟做伙来同工。当咱伫教会拄着来上课、做场地的社区朋友的时，请用亲切、热情的请安来招呼因。当教会为这的社区朋友举办福音活动的时，也请咱做伙陪伴因，为因祈祷。因为耶稣会满足社区真正的需要，也会带予社区愿望。耶稣讲，恁就去招万民来做门徒，期待兄弟做伙参与教社委员会的服侍，加做社区社会的祝福。先恳邀请大家。这个时阵，咱要搁做伙起立来回应上帝的听，咱要来吟圣诗202首，请咱起立来吟诗。Oh
请这时阵，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感谢奉献。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平平赏赐阮每一个人拢有一口气，所以今仔日阮阁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你极大的恩典。即时阮用淡薄的金钱献做活祭做你的路用，愿你欢喜甘纳阮所献，无论阮的心思意念拢献伫你手中，愿你欢喜甘纳。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时阵，我来报告。今仔日是总会中会所定的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请为着国家、社会、教会会当真谨慎来推动公义和平，关注应用死的环境。参与急难的救助，以及关怀社会弱势团体等的事工代祷，并以具体行动来参与、关心甲奉献。真感谢主哦，咱双连教会的兄弟，大家实在是足用心，听教会、听国家、听社会嘛，听
真侪人吼，所以我看见咱的会友真正甘心乐意，伫即个事工真肯做吼。啊，咱是来双连教会祝福去的，咱伫即个遮尔水的圣殿敬拜，毋过伫有的所在教会若咧落雨的时阵，礼拜堂内底就爱用面桶啊，用桶啊去浸水吼，因为有的久啊拢较无好势啊，所以咱嘛是足侪人咧关心吼，所以多谢大家拢会关心甲大道。第二项，咱要请音乐总监吼，你若是对音乐方面有指挥的经验，也是总监音乐背景的。有意要参与、要应征的，啊，请将你的历历交互咱的牧师吼。祝福今仔即礼拜的生日的兄弟姊妹生日快乐，主的恩典满满伫恁的身上，因为今仔即个报告较少。咱第6夜吼有迄款福音的音乐会，就是后礼拜咱的双连教会咱的圣歌队吼，每一礼拜看见圣歌队带领咱来敬拜上帝，所以真欢喜，因伫即个9月7、8。下晡点半，要伫咱的10楼遮礼拜堂伫圣乐内拄着你咱欢迎咱大家来做来听看见圣歌队为咱所献上带咱来敬拜，多谢因六即个辛苦上帝纪念恁所做的。即个时阵，咱要请咱的牧师来欢迎来宾。毋知今日到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兄弟姊妹，若无咱就做伙当先来祈祷，就叫一位再请咱的同工会当帮伊留出了咱嘛欢迎你等下礼拜结束了后嘛欢迎你会当到贵宾室咱的同工会进一步甲咱接待。我另外小可对教社的事工做一撮补充啦咱都有看到迄个影片内底，教社咧做的事工其实范围真宽除了经费，咱大部分是教会会编预算来支持除了几个部分需要咱的奉献以外请咱会当做伙关心啦另外教社真需要其实是人才因为事工有逐款的事工嘛真需要无同款的人才，所以当你若是接受着教社委员会对你的邀请的时请咱毋通推辞啦当做伙来参与，互咱各方面的事工会当做了搁较矫正，会当诚做搁较好，搁较侪人的帮助。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祝福阮的教会，诚做迄个领5000的，阮有侪资源对你丰盛的赏赐，主总是阮也要学习。会当含更较侪人来分享对你来稳定，对你来祝福，也通过阮所参与这事工，会当诚做更较侪人、更较侪团体因的祝福甲帮助。通过安尼，也互更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主阮即时也要特别为着教会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无论是心灵有逐款的欠缺，恳求你医治帮助扶持，相互快乐伫阮的内面，也是阮的家庭、工作、服侍有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恳求你甲阮上下支持，相互阮教育快乐智慧，通来面对。祝阮是你所听的囝儿，这是阮上界大的福分。我们相在通过祈祷来到你面前，甲你三千君。也祈求你伫阮生命底的旨意，也互阮所行所做，会当照你的旨意，得到你的欢喜。搁一摆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也祝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阵，请咱起立来吟上言507首，请咱起立。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下温，恭受垂看。